云林西里真大间的米价金龙米今仔早起8点外发生火灾，烧甲真严重。云林县消防局出动真侪只消防车去拍火，甚至佮甲彰化县的消防局特救兵，到下晡5点外才甲火拍花。大概300平是隆重烧了了，好在在无人伤亡。 乌烟瘴甲半天悬，几落公里外都看得到。火灾现场火势一直为工厂呛出来，火烧甲真猛。早起8点40分，伫西里的金龙米下米厂发生火灾，大电消防车甲人员赶来抢救。毋过因为工厂内底拢是真好烧的漆甲茶帮，到场的时阵，包括下米设备甲米仓拢已经烧起啊。当场我拢休困啦。啊，今日会在情形是安怎发现？ 都火就转倒起来安尼。下米厂业者是讲，因为礼拜无人上班，工厂内底无员工，嘛毋知影是安怎会发生火灾。现场已经烧炭300平，消防人员全力防止火炭到隔壁的建筑物。第一时间它已经火势已经很大了那我们现在已经在4个分区指派分区指挥官，然后进行作界防护，因为现场它的可燃物量比较多那我们现在全力防堵延烧到隔壁的建筑物。烧炭过来嘛，因为这种洞口洞口就拢喷 PV 足够导火温度上过了悬，伊就压起来外近下米厂的冷冻成都工厂也是受影响，消防队随抢关分队车来灌救，毋过火势则是中昼也阁真猛。高雄彰化县消防局请求支援2台水库车，一直到下晡2点15分才得到控制。若是导火原因，也需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